我们要来救这个中國。辛亥革命已經過咗100年啦。我哋尋日已經睇過本地嘅老華僑對辛亥革命究竟作出咗啲咩貢獻。咁喺本地土生土長嘅華裔青年對百年辛亥又有幾多認識呢？我唔知啊，sorry 啊。聽過未啊？我從來冇聽過，sorry 啊。佢做過革命啊，搞革命咯。咩革命啊？辛亥革命。哦，辛亥革命係咩嚟㗎？嗰個推翻滿清政府。改革新中國啩？他好像是台灣國父吧？對，但他做過什麼？他11次革命。啊，但你對這個革命清楚沒有？不清楚。知道。聽過沒有？沒有。唔怪得遠道從中國嚟溫哥華搜集加拿大洪門資料嘅《中山日報》副總編輯鄭萬里都話：年輕人知道這段歷史，但是呢，知道的呢只是一個概念，一個歷史的碎片。究竟喺本地土生土長嘅華裔青年又覺得學習中國歷史重唔重要呢？沒興趣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很無聊。都有，因為自己屋企啊嘛，咁肯定都想知以前有啲咩事啊。有興趣，可是從來沒有讀過。黃子嫣同陳思維都係 BC 大學學生，對亞洲二戰歷史好有興趣。佢哋仲喺校內成立咗一個叫做亞洲二戰醒覺會嘅組織，而陳思維更加係主修歷史嘅添。咁佢對辛亥革命又有幾多認識呢？咁孫中山呢，我知道佢就係呢一個辛亥革命嘅頭啊，所謂就是頭目人物啦。咁佢就係本來喺香港咧就係讀書做醫生嘅。咁後尾咁佢可能就見到清朝嘅腐敗，咁就覺得係唔啱，咁就因此佢就開始咗個革命黨，然後帶領其他嘅人翻去中國去起義。佢哋兩人都話作為華人認識中國歷史好重要。我哋自己都係中國人啊嘛，咁就應該盡量喺即係作為一個華僑喺海外，應該都可以，應該有個基本嘅 knowledge 啦。咁所以就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重要嘅咯。如果我哋唔知中國歷史咧，就好多呢啲習俗啊，呢啲嘢咧就唔理解嘅，就唔明點解我哋要咁做，或者新年咧點解我哋例如食湯圓啊，好簡單呢啲嘢，我哋都會唔明白點解要咁做咧。但係透過中國歷史咧，你就可以明白到呢啲習俗、呢啲傳統係喺邊度嚟嘅。中文學校教師盧偉東話：佢會喺教學生中文嘅時候揾機會教埋中國歷史。辛亥革命係中國歷史嘅一件大事，佢有責任讓學生了解多一啲。我哋一般講中國語文課程嘅時候咧，我哋梗係會講作者題解，咁之後先至講課文咧。咁講作者嘅時候咧，少不免就會牽涉佢成個文化背景。咁我哋咧就好中意藉住嗰個作者生平咧，就帶出種種嘅中國文化知識同埋中國歷史知識俾佢哋知道嘅。辛亥革命係中國歷史上面嘅一件大事，咁所以一定係重要嘅嚇。咁只不過喺呢一邊出世嘅小朋友咧，就除咗我哋講俾佢聽之外咧，佢哋係冇乜途徑知道嘅，好可惜呢樣嘢。其實現在好多中文學校嘅教材都盡量喺設計上花心思，希望可以令學生對中文同中國歷史產生興趣。例如呢一啲教材就係用漫畫去教辛亥革命歷史。咁作為同輩嘅黃子嫣同埋陳思維，又有冇更好嘅辦法呢？最好就當然係例如將歷史變成電腦遊戲啦，咁樣好多歷史而家現代嘅歷史抵制曬二戰歷史啊，咁嗰啲都係變成電腦遊戲，呢樣亦都係一樣好好嘅方法。好多時人哋會覺得中國歷史好悶，或者係冇同而家佢哋做緊嘅嘢係冇關係嘅。但係如果可以話俾你聽，其實都係有關係嘅。即係如果你睇翻中國歷史同埋即係而家around the world 嘅時事咧，都其實係有關嘅咯。即係 for example，如果佢以前孫中山佢見到啲嘢，佢覺得係唔啱嘅，跟住所以佢諗住起義。咁好似而家近排即係中東啊，或者唔同世界唔同地方，佢哋覺得佢哋個政府有問題，咁佢哋都諗住起義，咁咪變咗係有個關係咯喺度咯。當年孫中山發起革命推翻滿清，結束咗中國實行咗數千年嘅帝制，使中國走向共和。期間所走嘅路既艱辛又慘烈，
喺1911年10月10號辛亥革命成功之前，由孫中山直接指揮嘅10次起義都失敗咗。當中又以黃花崗72烈士喺廣州起義最為人熟悉。路雖然係艱辛，但係孫中山並冇放棄到。而到咗今日，要令年輕嘅一代有興趣學習歷史，一樣好唔容易。但係我哋絕對唔可以放棄，因為假如新一代對佢哋祖國嘅歷史一無所知嘅話，咁樣唔單止革命烈士嘅鮮血會白流，而年輕人亦都永遠唔會學得識，以史為鑑。